各位，港鐵觀塘線朝早繁忙時間，因為鑽石山站附近路軌出現裂痕，觀塘線全線列車服務受到影響。車程延誤15到20分鐘，喺9點05分回復正常。事故正值返工嘅繁忙時間，喺九龍塘站月台逼滿等車嘅乘客，職員在場協助乘客上車。通道位置繼續向前行，唔該晒。通道位置繼續向前行。而發現路軌有裂痕嘅鑽石山站，工程人員到場搶修。請注意，由於路軌故障，觀塘線往黃大仙沿途各站嘅車程延長5分鐘。期間有乘客唔舒服，由職員扶離月台。港鐵話，鑽石山往黃大仙方向朝早6點幾信號運作唔穩定，工作人員檢查之後發現其中一條路軌有裂痕，為咗審慎起見，改用人手操作行駛，經過嘅列車要減慢車速。觀塘線全線列車服務嘅車程一度比平日慢15至20分鐘，之後縮短到慢5至10分鐘。多好多人咯，就混亂就唔係好混亂咯，好煩咯，成日都壞車啊！港鐵加派空置列車疏導乘客，並喺觀塘線沿線各站實施人潮控制措施。其中藍田站一度因為乘客太多要暫停入閘。喺朝早大約9點，工程人員完成暫時嘅維修，用鐵鉗鞏固路軌，列車恢復自動行駛。大約9點05分，服務恢復正常。港鐵向受影響嘅乘客致歉。無線電視記者曾百惠報導。今日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多個中央領導人喺北京出席紀念儀式。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總理李克強等多個領導人及各界人士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向抗日烈士默哀，並且係敬獻花圈。活動上又放飛象徵和平自由嘅和平鴿。1945年8月21號，日本投降專使去到湖南芷江，同中國簽署投降備忘錄。同年嘅9月2號正式簽字投降，結束第2次世界大戰。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2月確立行書生效嘅9月3號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今次係以立法形式確立中國人民抗日戰勝紀念日之後第一個紀念日活動。呢節新聞提要報道完。